睇到美妙嘅事情發生啦。下邊一啲清澈嘅水源流咗出嚟，代表我哋香港嘅水質喺各個機構嘅合作努力之下，會不斷進步，變得更好。咁我哋喺未來嗰2年嘅裏邊咧，我哋都同Oxford Institute 啦同埋 HSBC 佢哋咧2個大嘅機構佢哋我哋咧都會進行一個連住2年嘅水質嘅調查嘅研究，差唔多每一個星期咧，我哋都去抽取水嘅樣本，同埋咧係睇下佢嘅水質，同埋咧睇下佢裏邊咧生物咧嘅多樣性。藉住今次嘅活動咧，我哋咧係希望咧係匯報一下即係等人哋咧係關注香港嘅河流。我哋河流咧就唔係淨係死水一潭嚟嘅，其實咧係保持生物嘅一條嘅水源。所以咧，我哋希望大家同心合意保護環境。多謝大家。